好来，继续来看台南的马公庙，雕刻着一尊家当入石榴的虎爷，特别来举办着开宝的仪式，同时邀请着几啊间庙寺的虎爷做伙来绕境，这嘛是虎爷第一届的绕境活动。 台南市中西区马公庙为了迎接府城建庙300档，将雕刻一尊家当入石榴的虎爷，庙方举行开宝仪式，并且宣布在6月28日邀请六合境内虎爷举行福虎祝六合府城境民安的游景活动，这嘛是虎爷头一摆的游景。咱府城建成300年吼，啊六合境夫妇迄个邀请啊吼，来迄个保佑。 才将迄个落下啦。另外，还有5尊家当入石榴虎爷庙民众跋杯结缘。虎爷出巡吼，让我们境内吼大家拢平安顺遂，大汉吉。时到，阁会请开山王庙虎爷公乔治，甲临水夫人妈庙的江虎婆玛丽做伙游景，信众拢真期待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